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真侪台语老师拢真要意这字，认为大部分的人读俗音这是唔对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医”病院的“医”。医加片音读第7条，咱读真侪人拢读做是病院院长，照字典读应该是院长。这个医就是有特别用途的场所，像讲看病所在，咱讲病院；若修行的所在，咱讲寺院。政府机关官署，像咱讲法院、立法院、行政院，上界大的主管就是院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病院，这是受到日语影响的关系，咱即马拢惯习讲病院。较早就爱古早的台语字典有写做医院，若第二个词读做入院，这就是住院，动词用做入。较早嘛捌听过汉罗阿先讲住院，拢是同款意思，就是住病院一段时间来接受治疗或者是检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即马健康检查愈来愈专业，嘛愈来愈有路。有的病院替人规身躯检查透透，都要入院几落工，也毋过这条费用无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院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